2026年7月1號深夜，好多香港老影迷瞓到一半刷手機，突然彈出一條短新聞，當場個心就沉咗落去。飾演富貴逼人女魔頭嘅資深演員梁山喺自己81歲生日當日安詳離世，訃告係佢獨自透過朋友低調發出，內容短短幾句：母親走得安詳，後事一切從簡，唔舉行公開追悼儀式，亦唔麻煩演藝圈舊同事專程到場，完全符合梁山晚年一貫低調嘅作風。消息傳開之後，楊少紅、姜皓文一班同佢合作過嘅甘草演員同幕後老員工陸續喺社交平台發文緬懷。有人話從前片場最肯幫後輩嘅前輩走了，有人慨嘆又一個黃金時代嘅符號落幕。講到梁山，個個香港觀眾腦海入面第一時間彈出嘅一定係1987年戲院大銀幕上個個經典畫面，一身筆挺深色套裝，頭髮梳得整整齊齊，眼尾微微向上挑，講說話句句大刺，寸步不讓，連董挑飾演嘅老油條下屬都被佢鬧到抬唔起頭。呢個名叫女魔頭嘅電視台高層，被觀眾改口叫女魔頭，一叫就叫咗40幾年，直到而家提起港片經典樂女，10個有9個都會數到佢。但好多後生觀眾唔知，就連好多老影迷都慢慢淡忘呢位縱橫影視圈足足40年，由邵氏片廠拍到 TVB 同亞視，戲約從來冇斷過嘅實力老戲骨。自從1999年之後，就突然喺香港娛樂圈徹底消失。劇組打佢屋企電話，永遠無人接聽。舊同事佢敘舊，信息石沉大海。到後來連電話號碼都換埋，好似人間蒸發一樣。呢一靜就靜咗整整27個年頭。27年來，圈內坊間一直有2種講法嘈來嘈去。有人話係電視台嫌佢太過敢言，成日批評行內制度，得罪高層，最後被冷凍雪藏，變相炒魷魚。亦有人話係梁山自己睇透娛樂圈人情冷暖雙重標準，心灰意冷之下主動斬纜，遠走加拿大，從此唔再沾呢行半分是非。90%觀眾只記得佢戲入面尖酸刻薄嘅惡女形象，極少人知佢60年代係邵氏當紅武打俠女，一身俠氣同後期反派形象判若兩人。大家認識嘅永遠係戲入面惡形惡相嘅女魔頭，但梁山嘅前半生完全係另一種光芒萬丈嘅模樣。我哋今日就由頭講起，睇下呢位硬骨頭老戲骨一生到底經歷咗啲乜。1945年，戰火剛剛熄滅嘅廣州，梁山呱呱墮地。嗰個年代，內地局勢動盪，街頭隨時見到難民擺攤謀生嘅平民，普通家庭每日都要挨住3餐不繼嘅壓力。佢屋企只係普通工薪階層，養活幾個仔女已經吃力，根本唔敢妄想有閒情培養細路學戲。到1952年，屋企人睇準香港呢邊有更多生存機會，執拾簡單行李，舉家搭船過海落香港。初到香港嘅日子，一家幾口擠喺九龍塘樓，幾百尺細單位，廚房、廁所都要同鄰居共用。每日朝早5、6點就要起身做手工，擺小攤，幫補家計。舊香港街頭隨處可見流動粵劇戲棚，逢年過節，街坊酬神都會搭台做大戲，細路唔使買飛，企喺棚外圍就可以免費睇足成晚。10幾歲嘅梁山一有空就衝去戲棚企前排睇花旦，冇身冇刀弄槍，台上一舉一動台詞身段，佢睇完轉頭就自己偷偷模仿。睇得多，心入面戲癮越來越重。佢鼓起勇氣主動戲棚師傅拜師，想正式學基本功。屋企父母極力反對。嗰個年代演戲俾人睇作下九流，覺得女仔做演員唔到安穩生活，仲會俾鄰居指指點點。為咗唔同屋企爭執，梁山每日凌晨4點偷偷離開屋企去練功，
黃昏先至返屋企做家務，腳底紮馬紮到生滿後繭，揮刀揮到手臂酸痛，從來唔同師傅屋企人喊半句苦。10幾歲，每日凌晨4點起身紮馬，練刀槍，腳底生滿後繭，從唔同師傅喊苦，細個就養成硬骨頭性格。憑住一身武打基本功，佢16歲就叩開邵氏大門。只不過當時冇人預見，幾十年後佢會徹底告別俠侶戲路。16歲嗰年，邵氏片廠對外招募臨時武打女演員。梁山聽到消息，唔理屋企反對，自己帶住簡單簡歷同師傅寫嘅推薦信，獨自搭車去清水灣邵氏影城面試。當時面試官見佢身形利落，一上台示範紮馬、翻滾、短刀對打動作乾淨唔拖泥帶水，當場就拍板邀請佢簽下邵氏演員合約。1961年正式入行。60年代係邵氏武打片黃金盛世，張徹導演開創新派武俠，片廠日日都有新戲開機，武打演員供不應求，但肯捱苦。唔需要替身嘅女武打演員少之又少，梁山一出現，即刻成為導演眼入面搶手嘅人選。初入行唔耐，佢就參演《大醉俠》、《獨臂刀》2部改寫香港武打電影史嘅里程碑作品，同黃宇、焦姣、狄龍一齊同台拍攝。嗰個年代拍武打戲完全冇完善護具，頭盔、護墊好薄，好多危險動作唔會安排替身，墮樓、滾樓梯、兵器互劈、滾落泥地，全部要演員親身上陣。有一次拍獨臂刀一場墮山崖戲，威也鋼絲調教唔夠穩，佢墮落時撞中石頭，腰骨當場撞傷，當場痛到企唔起身，休息半日。醫生話暫時唔適合劇烈動作，但第2日劇組開工，佢照樣準時出現片廠，頂住腰傷完成剩餘戲份。呢次舊傷從此跟足佢幾十年，晚年天氣轉變就會隱隱作痛。不過嗰個時代，片廠資源永遠傾向一線花旦，武打女演員酬勞微薄，每日拍10幾個鐘頭，風險極高。有時拍通宵戲只係分到幾十蚊補助。梁山從來唔主動走去監製，老闆面前爭加薪、爭舒適待遇，只係每次開機都全力以赴，憑真實身手同穩定發揮，一部接一部，接到武俠戲角色。邵氏10幾年武打生涯順風順水，點解70年代佢毅然離開電影廠，轉戰新興電視行業？踏入70年代，香港電影市場開始走下坡，電視機慢慢走入普通市民屋企，麗的、TVB 2間電視台陸續開拍長篇電視劇，電視行業逐漸取代電影，成為大眾主要娛樂。梁山睇透市場趨勢，明白長遠落去電影會越來越難做，主動同邵氏提出解約，放棄穩定片廠合約。轉頭當時仲未做大嘅麗的電視，初入麗的，監製原本想安排佢繼續拍武打單元劇，但梁山主動提出想嘗試文戲，挑戰唔同類型角色，監製半信半疑，安排佢參演長劇《天虹》，飾演獨立自主、靠自己打拼生意嘅商界女強人。呢套劇播出之後，觀眾大感驚喜，從來只見過佢舞刀弄槍。原來演文戲層次感一樣十足，溫柔、剛強、委屈，多種情緒切換自然，完全唔會被武打演員標籤束縛。後續家變前傳相關劇集，亦多次邀請梁山出演成熟女性角色，鞏固佢電視圈知名度。不過麗的時期，佢骨子入面唔肯隱藏嘅性格已經開始顯露，見到底層臨時演員每日捱足10幾個鐘。酬勞得少少，仲要冇任何補助，多次直接走進管理層辦公室，坦白反映問題，要求電視台提高臨記薪酬，改善拍攝休息環境。好多同期演員都選擇息事寧人，唔想得罪高層，影響自己資源。唯有梁山唔怕開罪別人，有問題就直說。
當時圈內已經有少少人背後議論佢太衝動，唔識轉彎，亦同電視台管理層埋下第一次矛盾伏筆。身邊老友都笑佢成日為其他人出頭，遲早食虧。原本一路走正派強人戲路，一次電視台角色調配，直接扭轉佢往後30年演藝命運。導演偶然發現佢冷冽凌厲嘅氣場，從此梁山被定死反派專業戶標籤，富貴逼人，女魔頭更將佢推上惡女天花板。踏入80年代，麗的電視逐漸走下坡，TVB 憑住一套接一套長劇搶收視，慢慢坐穩電視台一哥位置。好多麗的舊將陸續過檔，梁山睇準機會，1982年正式轉投 TVB。當時監製原本都係睇中佢喺麗的演女強人嘅氣質，打算安排佢繼續演正派配角。點知一次試鏡，監製叫佢隨意發揮一段發脾氣嘅戲，梁山一收斂笑容，眼神即刻變得冷冽銳利，講說話語氣帶住壓迫感。現場幾個工作人員都唔敢出聲，監製當場拍板，呢個人演反派，觀眾一定記得。就咁，梁山接到轉型後第一個重要間角，《楚留香傳奇》入面嘅石觀音，呢個角色又妖艷又心狠手辣、心思密，同佢以前演嘅俠女強人完全唔同。好多人當時都擔心佢轉型唔成功，結果劇集一出，全城熱議，觀眾睇到牙癢癢，鬧個角色壞，又忍不住追住睇。就咁，TVB 發覺咗佢演反派嘅天賦，從此之後，奸角、惡妻、潑辣姑媽呢類角色，第一時間就會諗起梁山。講起圈入面個綽號降落傘，好多人以為係同戲入面角色有關，其實完全唔係。呢個花名係苗僑偉同佢拍劇時改嘅話，佢見到片場有唔公平嘅事，唔理關唔關自己事，即刻就衝過去講道理，好似降落傘一樣，邊度有問題就降落邊度。大眾長期誤以為梁山本人性格同戲入面間角一樣刻薄小氣，實際私下熱心到不得了。後輩演員記唔住台詞，佢主動留低陪練。臨時演員被工作人員罵，佢會過去幫忙講好說話。仲有好幾次見到後生仔女捱夜拍戲冇飯食，自己掏錢買宵夜請全組人食，只係從來唔會對外講。只不過呢份直腸直肚嘅性格，亦令佢無意中得罪唔少人。幕後有人覺得佢太多事，高層覺得佢唔識大體，好多事明明睇隻眼閉隻眼就過去，佢偏要擺上台面講。身邊老友都勸過佢話，娛樂圈就係咁，太認真，最後蝕底嘅係自己。梁山每次都係笑一笑，話對就係對，錯就係錯，點可以因為怕得罪人就唔出聲？有次佢搭地鐵去片場，隔離座個阿伯認出佢，當場就黑住面鬧：你呢個女人成日喺電視入面害好人，現實肯定都唔係好人。周圍人都望過來，梁山冇反駁，靜靜落咗車，返到屋企，佢坐咗半晚，唔係嬲，只係有少少難受，但從來冇同電視台投訴過，亦冇話因為咁就唔認真演反派。就咁佢被牢牢貼上御用惡女標籤，戲路越走越窄。但誰都冇諗到，一套賀歲喜劇會將佢嘅反派形象推上頂峰，成為全港人集體回憶。1987年，高志森籌拍賀歲片《富貴逼人》，講述董挑、沈殿霞飾演嘅普通家庭中咗6合彩，從此引發一連串搞笑又溫馨嘅故事。劇組籌備到電視台高層女魔頭呢個角色時，好多人提議個樣子溫和啲嘅演員，免得太兇嚇走觀眾，破壞賀歲片氣氛。但高志森一口拒絕，話呢個角色一定要夠惡、夠有氣勢，先至同超叔嘅角色有化學作用。呢個人選非梁山莫屬。就咁，劇組專門發出邀請。梁山睇完劇本，覺得呢個角色雖然刻薄，但幾有層次，即刻就答應咗。好多觀眾記得戲入面最經典嗰場，女魔頭走入辦公室，
將文件擲台面。駐董票飾演嘅金大才一字一句咁講：你知唔知我使咗幾多錢鋪路先坐到呢個位置？你以為電視台係善堂？呢場戲當時拍攝，全場靜晒。梁山語氣唔係大聲嗌，但字字帶壓力。連拍慣大場面嘅董跳拍完都笑住話：阿山，你剛才個眼神，我真係有少少汗怯。講起呢場戲，仲有個小插曲。原本劇本寫嘅係講完台詞就轉身走，梁山拍嘅時候臨時加咗個動作，走之前回頭望咗一眼，嘴角微微揚起，帶住不屑同諷刺。就咁一個細微動作，將呢個高層嘅勢利同高傲演到入木三分。高志森睇完即場拍板，呢條就用呢個版本，加得太好。電影上映之後，票房一路爆升。最終收咗2700幾萬港紙，成為1987年香港電影票房亞軍。睇過戲嘅觀眾個個都對呢個女魔頭印象深刻。唔知邊個觀眾第一個改口叫女魔頭？呢個花名傳得特別快，報紙雜誌跟住用。冇幾耐，全香港人都知道《富貴逼人》入面有個女魔頭。後來富貴再逼人。富貴再三逼人開拍續集，劇組第一時間就聯絡梁山，話女魔頭呢個角色一定要保留，觀眾先會買賬。就咁3套富貴系列，次次都有呢個惡形惡相嘅電視台高層。雖然戲份唔算最多，但每次出場都係亮點，觀眾又愛又恨。好多人話梁山係靠呢個角色先紅，其實唔係。佢之前已經演過10幾年戲，只不過女魔頭呢個角色將佢嘅惡女形象推到最巔峰。從此以後，只要講港片經典惡女，一定唔會少咗梁山個名。憑住女魔頭爆紅之後，梁山戲約越來越多，兩台都住佢拍戲，事業看似一路向上，但隨住知名度越高，佢見到嘅行內黑幕就越多。敢言嘅性格亦慢慢同高層積落越來越深嘅矛盾。整個80到90年代，梁山可謂橫掃兩台，一邊係 TVB 嘅處境劇、長劇，一邊亞視亦經常邀請佢過檔拍戲。統計落來，呢40年間，佢參演過嘅電影超過70部，電視劇加起身有260幾套，由古裝到時裝，由喜劇到悲劇。幾乎所有類型嘅反派都演過，除咗女魔頭、精裝追女仔入面個刁鑽闊太、刁太、大時代入面刻薄成性嘅親戚，我和春天有個約會入面嚴格嘅樂團老師，好多角色戲份唔多，但觀眾睇過就記得，呢個就係甘草演員嘅實力，唔需要做主角，只要出場就會留低印記。但戲拍得越多，梁山就越睇唔過眼行入面嘅風氣。90年代開始，電視台越來越捧年輕偶像，資源、廣告、重頭劇角色，全部傾斜俾一線小生花旦，一班演咗幾十年嘅老戲骨。片酬越壓越低，戲份越刪越少。有時一套劇開鏡，老演員連劇本都未睇齊，就被通知戲份刪咗一半。其他老演員大多數都係啞忍，覺得有戲拍就唔錯，唔想得罪高層，連工都冇。但梁山唔同，有不滿就直接講，訪問裡面會直言，而家電視台唔係睇演技，係睇邊個粉絲多。開劇會議遇到不合理嘅刪減，佢會當場提出質疑，同監製高層爭執。一開始仲有人覺得佢咁講真話，值得欣賞，但次數多咗，高層就開始覺得佢麻煩，唔聽話。慢慢重頭劇嘅重要反派角色唔再第一時間諗起佢，原本傾好嘅戲份，臨開機突然換人，甚至有次頒獎典禮，明明入圍咗，最後連座位都冇安排。身邊朋友都勸佢低調啲，認個錯，起碼有公開。但梁山唔肯，話我演咗幾十年戲，靠實力食飯，點解要低聲下氣？就咁，雙方嘅矛盾越積越深，只係欠一個爆發嘅時機。所有人都以為就算資源少咗，梁山都會繼續拍落去。不
畢竟演戲係佢一生嘅事業，冇人會諗到1999年之後，佢會突然人間蒸發，連電話都從此靜晒。十幾年累積嘅不滿同矛盾，終於喺1999年徹底爆發。一夜之間，所有劇組都聯絡唔到佢，呢個縱橫影壇40年嘅老戲骨就咁消失咗整整27年。當年到底發生咗乜？我哋接落來就拆解呢個藏咗27年嘅謎團。時間撥返1999年，呢一年係香港演藝圈變動好大嘅一年。亞視開始走下坡，TVB 進一步壟斷市場，大量甘草演員被削減戲份，調低片酬，好多老戲骨就咁慢慢淡出熒幕。只不過誰都冇諗到，淡出得最徹底、最毫無預兆嘅會係梁山。根據當時劇組記錄，1999年上半年，梁山仲有一套處境劇播出，戲份唔算多，但發揮穩定。監製原本已經同佢傾好續約下一季，提前3個月就發咗通告，叫佢準備開工。製作助理按慣例打佢屋企電話確認檔期，第一次打無人接，第二日再打都係無人接，連續打足7日，由朝早打到深夜，電話永遠係長鳴，從來冇人拎起聽筒。一開始大家以為佢去咗旅行，或者身體唔舒服住院，直到半個月後，有舊同事路過佢以前住嘅大廈，先發現單位已經貼咗招租告示。鄰居話屋主一家早半個月就搬走咗，聽講係移民去加拿大。再打佢之前嘅手機號碼已經變成空號。就咁呢位中環影壇40年嘅老戲骨，連一聲再見都冇講，就從香港娛樂圈徹底消失。呢件事當時係圈內一大謎團。27年來，坊間一直流傳住2個完全相反嘅版本。第一個版本話 TVB 高層早就唔滿梁山處處頂撞，覺得佢破壞團隊紀律。1999年正式同佢解約，冷凍雪藏等於變相炒魷魚。梁山面上掛唔住，先至移民走佬。第二個版本就話係梁山自己睇唔過眼行內風氣，主動唔續約，親手斬斷所有圈內聯絡，唔想再同呢行有任何牽扯。兩邊講法各有支持者，嘈咗27年都冇定論。有人話一定係電視台欺負老演員，亦有人話梁山性格太硬，自己唔識轉彎。其實坊間流傳嘅呢2種講法，都只係睇到表面，根本唔存在單方面炒魷魚呢回事。雙方嘅矛盾累積咗足足15年，1999年只係壓垮駱駝嘅最後一根稻草。只不過雙方都唔願意對外講實情，先至留低咗呢個謎團。想講清呢件事嘅來龍去脈，就要返到1998年秋天 TVB 總部一場閉門製作會議。呢場會議發生嘅事，當時得10幾個人在場，極少有人向外透露，卻直接決定咗梁山之後嘅命運。1998年11月，一個落住細雨嘅工作日，傍晚6點幾，TVB 大廈製作部會議室仲亮住燈。藍白色嘅日光燈照住長長嘅實木會議桌，10幾位監製、編劇、製作主任坐滿兩邊。梁山一個人坐喺桌尾位置，面前住一本釘好嘅新劇劇本。會議開到一半，負責嘅監製拿起筆，指住劇本上梁山個角色，語氣平淡咁講：呢套劇收視預期一般，公司決定壓縮成本。你呢個角色戲份刪30%。片酬跟住調低30%，你睇下有冇問題？話音剛落，全場都靜晒，所有人都知道呢個只係開頭，後面只會越減越多。梁山雙手輕輕按住劇本邊緣，指節微微發白，冇即刻出聲。過咗2秒，佢先抬起頭，語氣好冷，但字字清晰。我入行30幾年，從來冇嫌過戲多戲少，但一套劇新人片酬翻幾倍，老演員戲份同酬勞一減再減，呢個就係公司講嘅公平。而家市場就係鍾意年輕人，你哋老演員帶唔動收視，
監製一句話駁返轉頭，語氣入面滿係不耐煩。你接受就簽，唔接受後面大把人等住做。梁山望住佢，靜靜睇咗幾秒，冇再爭辯。佢慢慢將劇本合上，整齊擺返桌面，拎起隔離嘅手袋同外套，站起身，全程冇再講多一句說話，就咁緩緩推開會議室門，走咗出去。門輕輕關上嘅聲音響起，會議室入面依舊一片死寂，冇人講話。窗外嘅雨越落越大，打喺玻璃上沙沙作響。梁山行到電視台大門口，停低腳步，回頭望咗一眼呢個佢做咗10幾年嘅地方，長長嘆咗一口氣，轉身走入雨幕裏面。30幾年憑真功夫挨返嚟嘅地位，最後輸唔係輸俾演技，輸俾所謂市場規則。呢份寒心唔係減30%片酬咁簡單，係幾十年付出唔被尊重嘅挫敗感。呢場會議只係導火線，其實喺呢之前10幾年嚟累積嘅失望同矛盾，早就將呢段合作關係磨得所剩無幾，只不過雙方都冇講破。直到呢一日，終於徹底破裂。講到呢度，好多人一定會問：講到底，當年究竟係邊個先放棄邊個？其實拆開兩邊嘅立場同做法，答案就好清楚。根據後來幾位離職高層同幕後工作人員嘅回憶，TVB 由始至終都冇發過正式解約信，亦冇公開講過要炒梁山。佢哋用嘅係電視台最常用嘅手段——冷凍。一開始只係重頭劇唔再願舉，淨係安排啲小配角、閒角，慢慢戲份越來越少。有時一套幾十集嘅長劇，佢只出場3、4集，到後來連劇本都唔會提前俾，臨開工前一日先通知，片酬一年比一年低。高層嘅邏輯好簡單，你唔聽話，中意提意見，我唔炒你，我唔俾資源你。等你自己覺得冇癮，主動走。呢套手法當時用喺好多唔聽話嘅老演員身上，大部分人為咗有公開，都會選擇低頭妥協，繼續留低。有幕後人員後來講，其實高層都冇諗過梁山會真係走，以為佢同其他人一樣，忍客就過去。畢竟演咗幾十年戲，邊會捨得呢個舞台？只不過佢哋低估咗梁山嘅骨氣。梁山從來冇公開講過我被電視台炒咗呢句說話。2000年初，佢剛到加拿大冇幾耐，當地一間華文報紙到佢做短訪，佢先輕輕提過幾句。佢話唔係人哋唔要我，係我自己唔想做咗呢行。而家嘅規矩我唔中意，亦唔想遷就。我演咗30幾年戲，對得住觀眾，對得住自己，夠數了。後來有老友去加拿大探佢，問佢後唔後悔，佢笑住話：有乜好後悔？以前每日開工10幾個鐘，為咗戲份、酬勞同人家爭，好累。而家每日買菜、煮飯、湊孫，唔使睇人面色，唔使講違心話，不知幾自在。好多人以為佢係賭氣先走，其實唔係。喺1998年會議之前，佢已經開始處理香港嘅物業，安排仔女讀書移民嘅事。換句話講，佢早就打定主意要走。呢場會議只係令佢更加堅定，連最後一絲猶豫都冇埋。楊少紅同好多同期甘草演員後來講起呢件事，都話唔可以簡單講邊個炒邊個。電視台有自己嘅市場考慮，覺得老演員帶唔動收視，傾向捧新人。梁山有自己嘅底線同原則，唔願意為咗一份工委屈自己。雙方都冇錯，只係立場唔同，走唔到一齊。冇正式解約，冇公開罵戰，甚至連一場正式嘅告別都冇，就咁默契咁斷咗聯絡。一個唔再現，一個唔再留。講到底，唔係電視台單方面炒咗梁山，亦唔係梁山一時意氣辭職，係15年累積嘅矛盾同失望，喺1999年終於到頭，雙方都選擇咗放手，只不過一個放手得體面，一個放手得決絕。
好多人以為離開演藝圈，遠走他鄉，一定係晚景淒涼，無人問津。但事實上，呢27年隱居生活，梁山過得比好多人想象中都要自在，甚至面對無數復出邀約，佢從來都冇心動過。由1999年離開香港，到2026年離世，足足27個年頭，梁山從來冇復出拍過一部戲，參加過一個綜藝，接受過一次娛樂專訪。呢27年間，有無數劇組、節目組透過各種渠道佢開出嘅酬勞越來越高，全部都被佢一一拒絕。2008年，《富貴逼人》上映30週年，TVB 專門籌備咗一個懷舊特輯，想請齊當年嘅主演重聚。劇組專門派人飛去多倫多，帶住30萬港幣嘅嘉賓費，想請梁山返香港錄一集節目。結果連面都冇見到，只透過朋友轉達一句多謝記掛，但我唔想再碰呢啲嘢。2015年，有導演開拍賀歲片，專門為佢量身訂造咗一個惡婆婆角色，戲份唔重，但片酬開到100萬港幣，仲話唔使佢飛返香港，直接去加拿大取景就可以。呢個條件，好多退休老演員都會心動。結果梁山一樣婉拒，話我已經唔係演員了，唔好再預我拍戲。身邊好多老友都唔明白，話佢傻，話拍幾日戲就賺幾十萬，輕輕鬆鬆，點解唔做？梁山每次都係笑一笑，唔多解釋。後來同最親嘅朋友先講真心話，鏡頭前過咗40年，每日都扮演第二個人，講唔一定係自己想講嘅說話。而家終於可以做返自己，點解仲要反轉頭？移民加拿大之後，佢幾乎完全切斷咗香港娛樂圈嘅資訊，唔睇港劇，唔買娛樂雜誌。朋友同佢講邊個紅咗，邊個有新聞，佢都係聽下，就算唔追問，唔評論。同以前圈內老友見面，淨係傾家庭、傾生活，從來唔談演戲，唔談舊事。有人話佢太絕，連從事咗一輩子嘅行業都可以完全割捨。但更多人明白呢份絕情背後係睇透之後嘅清醒。40年見盡胸內人情冷暖、名利虛浮，終於可以放下嘅時候，就乾脆利落，唔拖泥帶水。好多人一輩子都係為名為利捱，明明唔開心都唔肯放手。梁山最難得嘅地方就係拎得起，放得低。明明唾手可得嘅名利，話唔要就唔要，只為換一份心安自在。呢份骨氣，圈內真係冇幾個人做得到。遠走加拿大27載，遠離鎂光燈嘅日子，梁山到底過住點樣嘅生活？晚年為什麼又選擇返香港定居？佢最後一段時光又留低咗啲乜說話？外界一直以為隱居27年嘅梁山晚年一定孤單淒涼，但事實正好相反。離開演藝圈之後，佢先真正過上咗自己想要嘅人生。接落來，我哋就睇下呢位女魔頭後半生嘅平凡日子。1999年年底，梁山帶住家人正式定居多倫多，一處普通華人社區，冇買豪宅，冇搞排場，就揀咗間帶小花園嘅獨立屋，同普通移民家庭一模一樣。剛到加拿大頭幾年，佢每日嘅生活簡單到不得了，朝早7點起身，整早餐俾仔女同孫仔食，送孫仔去學校之後就搭半個鐘巴士去唐人街買海，揀菜、講價，同菜檔阿伯傾幾句家常，同一般主婦冇任何分別。返到屋企就打理下花園，種啲玫瑰、茉莉，閒時坐喺露台飲茶睇報紙，一日就咁過去。後來社區華人活動中心開辦興趣班，有人提議開個少年武術班，唔到合適嘅老師。梁山聽到之後，主動報名免費教，話自己細個學過幾年，教小朋友基本功綽綽有餘。就咁，每個禮拜6日朝早，佢都會去活動中心，帶住一班幾歲到10幾歲嘅小朋友紮馬、踢腿、耍基本拳術，家長們都叫佢梁阿姨。
只知道佢功夫好，為人和氣，冇人知道呢個頭髮花白、說話溫和嘅長者，曾經係香港邵氏片廠嘅武打女星，亦都係全港聞名嘅女魔頭。講真，好多移民嘅香港藝人，就算退咗休，都鍾意參加當地華人圈嘅聚會，登台撈外快，順便維持曝光率。但梁山完全唔一樣，佢幾乎唔參加任何演藝界嘅聚會，就連同鄉會嘅活動都好少去。有幾次香港旅行團喺唐人街認出佢，興奮到衝過來想合影聊劇情，佢都會禮貌咁答應合影，但從來唔多講演戲嘅事。人哋問起舊戲，佢都係笑住話，都係幾十年前嘅舊嘢啦，唔好提啦。當然，幾十年拍戲留下嘅舊傷，亦都跟住佢去咗加拿大。每逢陰雨天氣，當年拍獨臂刀撞傷嘅腰骨就會隱隱作痛，膝蓋舊患亦都經常發作，要定期去診所做物理治療。每次都係自己搭巴士去，自己返屋企，從來唔叫仔女專門請假陪，話自己仲喐得動，唔想麻煩後生。身邊有人同佢講：你以前咁風光，而家過呢種平平無奇嘅日子，唔覺得悶嗎？梁山每次都笑住搖頭，話以前日日開工10幾個鐘，連食餐安樂飯都難，而家每日煮下飯，湊下孫，種下花，唔使睇人面色，唔使講違心話，呢啲先係真正嘅日子。好多人以為佢離開香港就會捱唔住寂寞。其實呢啲充滿煙火氣嘅日常，先係佢演藝生涯幾十年來第一次真正放鬆。只不過隨住年紀越來越大，佢心入面始終有個位置留俾香港呢個出生打拼咗大半世嘅地方。2022年，77歲嘅梁山決定回流香港定居。仔女本來極力反對，話加拿大醫療好，有人照顧，返香港冇人睇住，唔放心。但佢態度好堅定，話我喺廣州出世，香港長大，拍戲都係喺香港。老咗始終想返來呢度落葉歸根嘛。返到香港之後，佢冇住半山豪宅，亦都冇住以前演藝圈朋友集中嘅地區，反而揀咗九龍舊區一個普通私人屋苑，單位唔大，2房1廳，夠一個人住就得。每日生活依舊簡單。朝早落街去茶樓飲早茶，一盅2件坐個幾鐘頭，之後去街市買限，返屋企自己煮飯，下午公園散下步，或者同鄰居傾下偈，一日就過去。佢出街從來唔打扮，普通恤衫長褲，戴頂鴨舌帽，同一般老人家冇分別。茶樓伙計、街市檔主，慢慢都認得呢個和氣嘅阿婆。但冇幾個將佢同熒幕上惡形惡相嘅女魔頭聯想起來。偶爾有資深影迷認出佢，激動到唔識講說話，佢都會笑住點頭。人哋想合影就配合，從來唔會擺明星架子。有次佢去茶樓飲茶，隔離桌個阿伯認出佢，特意走過來話：阿姐，你以前套富貴逼人真係演得太好啦，我睇咗10幾次。梁山笑住多謝。阿伯跟住問：當年點解突然唔拍戲啊？大家都好掛住你。佢只係輕輕帶過，年紀大咗，想休息下，過下普通人嘅生活，半點都唔提當年同電視台嘅矛盾，亦都唔講自己嘅委屈。呢幾年佢身體明顯差咗，舊傷發作得越來越頻密，有時行路都要拄拐杖，但佢仲係堅持自己照顧自己，唔請工人，唔麻煩仔女。屋企家務煮飯全部自己來，仔女想請個看護俾佢，佢一口拒絕，話我仲喐得動，唔使人侍候，自己過得自在啲。身邊僅剩嘅幾個舊同事、老朋友，不時會約佢出來飲茶敘舊。每次見面，大家都會聊起以前片場嘅趣事，講邊個又鬧咗笑話，邊個拍戲又受咗傷。但從來唔會主動提1999年嘅事，亦都唔會勸佢復出。大家都知道呢個女人決定咗嘅事，冇人可以改變。就咁安靜過咗3年，所有人都以為佢會一直低調落去，
直到離世都唔會再公開講演藝往事。直到2025年，佢終於鬆口，答應咗出道以來最後一次專訪，亦都係息影26載以來第一次完整講出當年離開嘅真心話。2025年，好友冰姐嘅節目《冰姐的花樣人生》多次邀請梁山做嘉賓，前前後後邀請咗5、6次，佢都推咗。最後冰姐同佢講：唔叫你講八卦，唔叫你評論任何人。就當同我傾下偈，講下你自己嘅人生，留俾後生仔知道下以前嘅演藝圈係點樣嘅。梁山先終於答應，前提係訪問內容全由自己決定，唔可以剪輯製造矛盾。呢個訪問播出之後，好多老影迷都喊住睇完。訪問入面嘅梁山，頭髮花白，臉上有皺紋，但眼神依然清亮，說話緩緩溫和。同戲入面尖酸刻薄嘅女魔頭完全判若兩人。佢講起細個偷偷學戲嘅日子，講起邵氏片廠拍武打戲，受傷係家常便飯。最嚴重一次腰骨撞傷，瞓咗半個月床，一好返就即刻去片廠報到。講起第一次演反派，出街被阿婆鬧，返屋企難受咗一晚，但第二日照樣開工。講起富貴逼人同董跳、沈殿霞合作，話當時片場日日都好開心，大家都係專業演員，唔會計較戲份多少。而家呢兩位老朋友都走咗，自己有時想起都會覺得難過。講到1999年息影嘅話題，佢冇鬧電視台，亦都冇講任何人唔對，只係好平靜咁講，冇邊個炒邊個，亦都冇邊個對唔住邊個。呢個圈有呢個圈嘅規矩，後生嘅時候可以捱，可以爭，年紀大咗，發覺自己唔適合呢套規矩就走咯。人一世唔可能永遠都係演員，亦唔需要一輩子都綁死在呢個行業。訪問最尾，主持人問佢演咗40年戲，最想同觀眾講啲乜？佢諗咗幾秒，笑住講咗一句，後來成為無數人轉發嘅遺言。戲入面我做咗40年惡人，人人都話我兇，話我壞。戲外我只想做個普通人，唔使偽裝，唔使妥協，問心無愧就夠了。呢次訪問之後，佢再冇出現過公開場合。臨走前幾個月，佢特意同仔女交代後事，一切從簡，唔好發訃告，大肆宣傳，唔好請演藝圈嘅人來悼念，唔好搞任何儀式。燒咗之後，撒去大海就得。我已經唔係演員好多年了，走就走得安靜啲，唔好麻煩任何人。2026年7月1號，自己81歲生日當日，梁山安詳離世。走嘅時候，仔女都喺身邊，冇痛苦，冇遺憾。子女完全遵照佢嘅遺願，低調處理後事，連消息都係第二日先透過朋友輕輕放出。完全唔想鋪張，一世人都係硬骨頭，唔肯低頭，唔肯麻煩人，就連離開都揀咗自己生日。呢日安詳又體面，呢份通透同灑脫，放眼整個演藝圈，真係冇幾個人做得到。由16歲入行邵氏，到81歲安詳離世，梁山呢一生，一半係鏡頭前嘅光怪陸離，是非爭執，一半係鏡頭外嘅平淡如水，自在從容。回頭再睇當年人人爭論嘅究竟邊個先炒邊個，其實早就唔重要了。回頭睇梁山呢81年人生，好似兩個完全唔同嘅故事，拼湊成同一個人的傳奇。前40年，佢係邵氏片廠搏命嘅武打女星，係電視熒幕上人人記得嘅御用樂女，係富貴逼人入面氣場十足嘅女魔頭。鏡頭之下，佢見盡行內人情冷暖，受過傷，捱過苦，被人誤解過，亦都同體制爭執過，一身傲骨，從來唔肯低頭，唔會為咗資源同片酬去巴結奉承，唔會因為怕得罪人就啞忍不公。好多人話佢太硬，唔識轉彎。但呢份硬氣，正正係老一輩演員最珍貴嘅底色，靠實力食飯，對得住觀眾就夠了。後27年，佢脫下戲服，告別鎂光燈，
遠走他鄉，造反最普通嘅梁山，買菜煮飯，湊孫種花，免費教小朋友功夫，低調回流隱居市井，唾手可得嘅復出邀約，百萬片酬，話拒絕就拒絕。曾經風光無限嘅演員身份，話放下就放下。好多人覺得佢傻，放着大把錢唔賺，偏偏要過清貧平淡嘅日子。但對佢嚟講，幾十年名利場打滾，最珍貴嘅唔係錢同名氣，而係一份唔使睇人面色，唔使違心迎合嘅自在。有句說話講得好，銀幕上惡足40春秋，從未低頭。俗世裏隱居27寒暑，只願平凡。呢16個字大概就係梁山一生最好嘅寫照。講到尾，當年究竟係電視台冷凍逼走佢，定係佢主動瀟灑抽身？其實真係唔重要了。體制有體制嘅規則，個人有個人的底線，走唔到一齊就好聚好散。只不過係呢個個都想轉型名利嘅圈子入面，好似梁山咁。拎得起，放得低，永遠守住自己底線嘅人，實在太少太少。唔知大家最記得梁山邊個經典角色？你又覺得當年佢瀟灑轉身離開演藝圈，到底係值得定唔值得？歡迎留言講下你嘅睇法。記得點讚訂閱，下次我哋繼續拆解香港黃金時代更多老戲骨背後不為人知嘅故事。